乡亲啊，你看过这种体型臃肿的金马无？伊的名叫做胸横圆轴蟹，是全台湾体型上大的陆金。但是其实伊的个性戆直，每一年的6月到9月，月圆之夜，陆金妈妈必须都要克服着重重的障碍，为陆地到大海完成着传宗接代的任务。但是落实加上人类的角力，再加上环境的开发，拢严重来冲击着陆金的生态。2022年，台江国家公园动员着公民科学家展开护金的行动。伫咧修理车，人拢叫伊是抢过的吴瑞昌，是第一批加入的志工。伊积极来参加着生态调查甲巡护的工作，有时阵嘛爱无定期出任务，防止民众来挑掠。最近这几冬来，已经甲家己的气温打造做友善车地，希望会当为故乡留下着感动人的风景。护金志工的行动，敢会当守护陆金妈妈一路平安？生态危机，搁要安怎来反转呢？这回来了解。这胸横圆轴蟹小时候我们长辈会叫它海浪翁。海江里面我们有抓到13.5公分，那这个几乎就是大概全世界记录到的最大的陆蟹。最关键大概就是人为捕抓，那另外一个就是路杀的问题。开发需要经济的一个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再预留给它一点生存的一个空间？黄昏时刻，台南安平的海边看日头落山，人拢叫伊抢过的吴瑞昌赶紧刷卡。伊就要赶伫咧天暗来进前往台江国家公园报道。现在是我们那个护蟹护蟹的交管的器具。哪些器具？三角锥像这个有标示的，从这边过。我们护蟹期间，我们会管制这段道路2公里的道路，完全禁止进去，管制区域禁止进去。沿青草轮的步环，长大约2公里的封信道路，严格管控车辆，敢若出袂使入。游客若想要进入管制区，就要先完成环境教育课程。然后要尊重路蟹，可以拍照，可以观赏，但是不要长时间以灯光的方式去照射路蟹。我们刚才是在做那个游客的宣导，因为游客可能会不晓得说我们的那个里面的规则是怎么样，然后也要让他们去了解说要尊重那个国家公园里面的生态。打灯一下，打一下，正走过来就好。护客大队才打出发，队员就发现让人痛心的画面。这胸横圆轴蟹那这就是公的，它的腹甲三角形这边是公的。你看它的残骸，像这壳都压碎掉了。这个就是被车辆压到了。对，有可能是就压一半，那这边的脚都不见了。当地的渔民很不喜欢它，因为它会打洞，大概1.5米或2米的时候。那我们这边的渔民都是养鱼温比较居多，那个鱼温的体网被它打掉的话，它们整个就会溃体。暗暝的海岸边，世界店静静，老经验的护客志工目翕正来，总是会当发现草坡内底的所有动静。稀稀疏疏的声音呢，有可能是陆蟹在走路，在草中行走的声音。好，来这边有一只来，这只是母蟹我们要给它标记这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我们要看统计它的族群，到底它族群有多大，那每年或是会不会有增加。小时候我们长辈会叫它海浪翁。那这只要一类公的话，有可能就是现在这个行为的话。我们灯光去照它的时候，它也不会跑，就固定在这边公公伫家呢。当年6月到9月，初1、15了后，大北岛的海南公妈妈拢会缀艺式顺应大自然，向大海的方向前进。因真细腻，保护辛辛苦苦生落来的后一代，义无反顾迎向大海。一吸到潮水，陆蟹妈妈抱条的数十万粒卵，就会捕捉幼囝，宣告完成传宗接代的重要任务。咬身体就是他在生小孩了他在生小孩。
它的卵要孵化了。这互人称作降海释油的过程，是经过千万年见证陆蟹为海洋到陆地生活的生态奇迹。哦，这边有一只刚从草丛要爬出来的，也是抱卵的。我们看它的行为哈，它有可能就是蹄往上面走，有可能就是要去试幼了。大江国家公园是全台海南雁族群数量上侪的重要生产地。若是拄到探井的季节，拢有真侪陆蟹妈妈前后受到落杀。就算讲是成功下过道路，头前嘛有一关搁一关的阻碍需要克服。这边是晨曦岭哈，晨曦岭这边有个青草轮的蹄脚，这边做了一个90度的蹄脚，那这个高度大概会有80公分。那这边又是凶狠圆周蟹哈，要降海释幼的热区，所以它来到这边的时候，它没有办法爬上去。生态地甲人类活动范围顶塔，陆蟹妈妈生囝延续族群，逐步拢艰难。这个蹄脚是不能不见的，因为这个蹄脚不见的话，会影响它们的结构。他们的设计师就把这个蹄脚延伸埋在这个黄信道路的下面，那产生这个是有一个坡度，形成一个斜坡。那这个斜坡的话，陆蟹的话，它也比较善于爬行。那讲到陆蟹，一字一句拢是热情。伫台南做汽车修理业的吴瑞昌，是2022年加入台江护蟹行动的头一批志工之一。车子修好的时候，我会试车。有一次在青草轮堤防那边那就看到了17只陆蟹，那背甲有人被捅，就会破个洞，那死了17只。那这边又是国家公园的保护区，那这边对国家公园的生态来讲，应该是有受到很大的威胁或是挑战吧。这个不能抓。你抓到3只了啊！然后警察会开单哦。你这样警察会开单哦。你要不要把它放回去？哎呀，就是会有人进来抓，国人的观念还没有那么健全。人类来到这边，没有好好的维护它，甚至会去做出伤害的行为，那有可能就会改变到他们了。前面这个亮点我们可能要去关心一下，他们是来这边做夜观的，还是来这边抓的 ？Hello， 请问你是来这边夜观的吗？哦，你来看螃蟹。这边是国家公园那这边的陆蟹是有受到保护你来观察的时候就不要改变它的行为，不要改变它的行为，要就不要去惊扰到它了。好，谢谢欢迎你们来它是我们的在地资产，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它，拥有它。希望它永远是台江的宝贝。对，也是地方的宝贝啊。我们讲一个数据好了，111年的时候，我们调查到降海释幼的陆蟹只有将近5000只，到112年，就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达到快8000只。其实这段期间，我们有去做保护陆蟹，其实它的数量是有翻倍成长的。吴瑞昌的老爸甲阿公拢是台南在地渔民，自细汉看四大人做囡仔的辛苦。读高中的时，伊决定要去学做学手，改善厝内经济。我现在在做汽车钣金，那客户车子有撞到了。这阳门地界的话，较早市总是感觉收入较无稳定客厅食饭所以会拢出外去。学一下功夫较早说的去做学手，学一下功夫安尼。规工甲汽车的零件做伙，下班了后，吴瑞昌真爱去海边最近更较热衷投入护蟹行动，展现甲学手的印象完全无同的旅程。护蟹对我来讲是放空的工作啦。第一，它那边空气好；第二，那边很安静，没有光害，还是蛮疗愈的啦。这颗是我的渔翁你比如讲这开心农场就用了
阮啊顺看看安尼。这是打什么啊？这银河湾，这外来种的，这细丛了无办叫大丛发开吼，足麻烦。10多年前，吴大哥上阵港仔西一块8分外的土地，按算甲修车厂整修扩建，想袂到新工厂也未起好，这块地就大升予台江国家公园征收，禁止开发。伫外人看起来，这个投资是了济咯。伊煞转念，甲土地活化，搁再利用，打造做生态友善的生态地。咱这个土地吼，搁一条一个出口一个生路，啊，总免讲加新市伫遐哩嘛。你若牵两只迄边皮路来，我这保护局的呢。当年的冬天，总会有行长途来的贵客，到吴大哥用心打造的鱼池啊，看生态愈来愈丰富的生态地，伊嘛为故乡下一个美好的心愿。小小的私心，我若看一个吼，我家己发现的吼，有可能写着用我的名来命名。台江国家公园过去捌记录着30种住伫咧高潮线以上的绿蟹，当地绿蟹生态有啥物特性？咱来到研究毛蟹超过30档，人叫伊毛蟹先生。老洪昌老师的研究室进一步请教。那当然，台江的这个胸圆轴蟹，它的一个最大特性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大体型的族群。最大的那个胸圆轴蟹的那个头胸甲宽，就它身体的大小是13.5公分。那这个几乎就是大概全世界最大的体型的那个陆蟹。老洪昌伫垦丁的研究发现，台湾海南公平均5年就大1公分，用台湾上大的体型记录13.5公分来算，相当于270岁。不过最近真侪绿蟹当着的危机，可能是白虎大汉。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台江做调查的时候看过，我们觉得最难过的一个画面啊。他们渔民可能用那个所谓的蜈蚣网，那它的诱饵就吸引到这些胸圆轴蟹也进到这个蜈蚣网里面去取食这个诱饵。这些陆蟹进去之后，最后全部都因为缺氧溺水就死亡了。其中有一项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在台江地区，就是因为那个灯光的吸引。有一条道路是刚好它的那个路灯光又是打向北边，照向那个盐水溪这个方向，所以胸圆轴蟹、暴龙母蟹在那个地方出来的时候呢，它就会被灯光吸引，就往那个马路上走。好，就是在降海迁徙的时候都有很大量的路杀。镜头来到离台江国家公园5公里外的咸水溪出海口。台南社大研究助理陈泰和带咱深入了解最近几年绿蟹生存所面对的危机。台南是台湾的凶狠圆轴蟹族群的主要栖地，它们平常喜欢栖息在潮湿的泥土里头，因此像是靠近海边的渔翁，还有像是堤防边，经常可以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但近年随着都市快速发展，它们的栖地越来越破碎，陆蟹生存也面临迫切危机。这个就是陆蟹挖的。这里刚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洞，嘿，对，这里刚好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洞。台江内海过去是鱼蚊仔养殖出名，最近被堪的都市快速发展，海天一色、残花相连的地景，渐渐啊，互老仔厝取代，原有的生态嘛记载袂掉。这一条民权路段在过去以前全部都是渔蚊，都是养鱼的，然后在近几年因为开发跟道路工程的关系，现在都已经填平。那以前在这一块还是渔蚊的时候，这边的鸟类是鸟类热点，这里也是陆蟹的一个栖息的一个环境。那因为我们现在都市要开发，道路也还要再做一些工程延伸，那导致这边的一些栖地都已经不见消失了。30公尺宽的新道路，甲绿蟹生态地甲海洋之间的连接切断。就算事后透过生态工法来补救，原本的生机嘛已经真早过去。在那个安全岛下面，就是洗几个洞，可以让螃蟹可以过这样。但是我们当时来看，其实也没有多少螃蟹有用到这些洞。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他们还没有碰到安全岛的时候就扁掉了，就已经被压死了。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算亡羊补牢啦。这个是当初在做这一段道路工程的工务局，然后听的那个一些专家学者的建议，然后在这个涵管里面加设了一个生态廊道，就是让那个里面的
路线可以沿着这一个麻绳，然后过来这边，也比较不会因为上面道路的一个危险，然后被压死。那你们有观察到路线有使用这个生态廊道？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亲眼去看到有螃蟹去使用。螃蟹不知道什么是路，它也看不懂什么是左转右转。螃蟹会不会去知道我们做这些事情？它不会。2024年8月下旬，丹太湖甲后溪人员收获几礼拜，敢若发现3只破卵的绿虾降海食油，另外2只拄着落雪。阮的镜头搁较翕到绿虾想要过车路，却挑战失败。生命最后的模样是安全岛边仔的破碎残骸。其实我们都知道，城市或是都市要进步，难免都是需要开放。但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或许可以想一想，就是原来住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是不是也可以再预留给它一点，就是让它们有一点可以生存的一个空间。因为螃蟹路线它就是在海陆交界的第一线啊，因为气候变迁影响最关键的就是海平面上升嘛，很多海岸的开发到底要不要进行？我想可能政府要慎重考虑，这不只是考量到说要保护陆蟹的栖地，一方面也是说，也是我们为我们人类自己。绿虾微风青叶，即马讲夜关关，欢迎行的形影是人类甲生态共好的重要指标。护蟹之工共心守护，期待每一个辛苦的绿蟹母，拢会当克服一关搁一关的挑战，一路平安顺利返来。